知咧，大家有冇一種感覺咧？有陣時咧，望翻轉頭啦，可能例如10年前啊、5年前嘅自己咧，同依家咧好似冇乜分別咧，有一種原地踏步嘅感覺。咁有啲人會覺得啦，到底呢個係一種失敗啊，定係一種堅持咧？咁樣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唔講成功學，唔做正面 L 啦，我哋一齊拆解其實時間同埋價值觀咧嘅一啲微妙嘅關係啦。咁第一啦，我想講係關於一啲時間嘅矛盾啊，即係有啲人咧，佢每日翻工咧，佢會覺得好束縛啦，好困死住自己啦。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咧會覺得咧，好似係10年磨一劍咁樣，即係最緊要係享受其中啦，或者係穩定啦咁樣。咁但係咧，我覺得個重點其實唔係關於個時間嘅長短啦，而係你點樣感受呢一段日子咧？咁到底你覺得係盲目重複啊，定還是其實你係默默累積緊一啲自己想去學習嘅一啲經驗啊、所長呢？咁樣。咁第二樣嘢啦，就關於啲人會覺得10年如一日，好似好浪費時間一樣啦。咁社會成日都會有啲規範，會話例如30幾歲應該要點啊，40幾歲係點啊，50歲應該係點啊。咁但係呢，唔知點解，例如放假瞓到自然醒呢，就叫懶或者浪費時間啦。咁有啲人咧可能放棄高薪厚職啊，去旅行啊，環遊世界啊，對某一啲人嚟講咧，又會覺得係任性嚟喎。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個浪費嘅定義咧，可能要從自己去定義，或者我哋叫做對自己要誠實咯。因為自己嘅時間同埋自己嘅光陰咧，其實應該係自己去定義。如果我哋因為他人而定義自己嘅人生，去決定到底係咪一個浪費咧？咁我哋就好似不停係做緊一啲唔係自己內心真正想做啦、渴望、需求想做嘅嘢。咁如果你做自己想做嘅，其實嗰啲嘢就唔係叫做浪費咯，唔應該由他人去定義咯。咁第三咧就係關於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，訂立咗一個目標咧，就覺得我一定要做到為止咁樣。咁哪怕你覺得同個目標已經爭好遠啦，咁咧你可能會覺得因為應承咗啦，咁所以或者你commit 咗，你就一定要去做啦咁樣。咁但係咧，我想大家可以好深思去諗下，其實人咧嘅思想同埋想要嘅嘢咧係會改變嘅。咁如果你苦苦去堅持當初你訂立個目標，你好盲目覺得我一定要做到為止咧，其實就有機會變成一種固執啦。咁我自己認為真正勇氣咧，其實係未必係堅持到底，反而係你可以選擇放棄，都係勇氣嘅一種咯。或者我哋叫做轉個彎再嚟過啦。咁好似例如舉例子，可能有啲人創業失敗嘅，但佢會學識點樣去做人啦。有啲人可能分手好痛嘅，但佢會學識愛自己啦。其實呢一啲全部都係宇宙啦，俾我哋嘅功課，或者我哋叫做人生去學